大家平安。咱进入3月份了后，今仔日是妇女暑间纪念主日，所以愿上帝恩典帮咱扶持。咱嘛感谢上帝赏赐，互咱伫这个世间，伫咱的周围，伫咱的生命中，有遐个要紧的女性因所做的代志，咱也透过今仔日妇女暑间纪念主日来纪念，同时也来记得。这是咱来吟唱伫礼拜中，咱会吟唱的2条诗歌。第一条诗歌是圣诗270首，咱来听琴弹一遍。这条歌是一条祈祷的歌。我认为每一个中礼拜有一条歌带咱行入去，真好。然后这条歌也真特别，这条歌跟摇篮曲同款吼。主的听伫咱中间，甲咱做伙伫地。有当时毋是真大声，突然间就来，伊是稳啊行，所以咱来读这个歌的歌词吼。第一节就好，特别是副歌的所在，可能咱第一遍吟的时阵，咱无得较有法度吟会出来吼，读会出来，所以咱来读看卖啊吼，咱做伙来读来。着恬静，着恭敬，有声音真细。着恬静，专心听，逐句真宝贝。轻轻行，轻轻行，主伫咱中间，稳稳点，稳稳线，主爱咱滚活。真特别的歌，甲歌词，咱透过这首诗歌，咱求上帝听，行伫咱中间，咱来真简单的歌词真慢。所以咱可能会当第一遍就会当进入吧，吼，咱做伙来吟唱看卖啊，来预备来。着恬静，着恭敬，有声音真细，着恬静，专心听，逐句真宝贝，轻轻行，轻轻行，主伫咱中间，稳稳行，稳稳线，主爱咱滚活。这条歌上困难的所在是迄个气莫断气，咱爱唱甲迄个倒电，咱爱唱甲倒电，哈无气。所以这条歌上困难的所在，颠倒是迄个中央轻轻啊唱的时阵，莫去互断去，莫去互断去。咱搁来吟一遍吼，第一节就好吼，第一节就好。咱来体会这条歌迄款的水，毋是真悬。曲调真偌侪的旋律，总是这条歌有迄个真优美。我认为有迄种女性真优美的迄个气味吼，咱做伙来
过来吟一遍吼，第一节就好吼，第一节预备来。着天情，着恭敬，有声因真实。着天情，专心听，古今宝贝，轻轻行，轻轻行，主的咱中间，稳稳行，稳稳山主海，人君王。那稳稳立啦吼，对，来，咱来吟这个今仔日的第二条歌，叫做558首，恳求救主对我光明。今仔日这两条歌拢是基督的歌。拢是基督的歌，所以上尾咱拢会唱阿门。吼，上尾拢会唱阿门吼。迄个基督的歌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尾咱会求上帝，恳求上帝吼。咱来听金大一遍咯，来。恳求救主对我公平，这委托你我命定定，予我切的心要行日，那主带我到你身边。这条歌咱就较熟，所以上尾我要请咱用558首 B。真歹势，咱中间也有人无摕圣诗，可能就看袂到这段吼。这是一个启应文。咱的新圣诗阁有一个特色，新圣诗内底阁有一寡启应，我感觉做了真水，应用了真水，所以我要请咱手中若有新圣诗的。你会当摕，无要紧吼，嘛免去找啦，免变不要紧吼。但是咱手中若有新圣诗的正评，558首的正评，这边有一个558首 B。若有的，请咱会当甲我做伙来用启用的方式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若无的，请咱自信来听就好。吼，请咱自信来听吼。我来替迄个有的人来引啦吼。伫邀歌甲战争的中间，伫压迫甲暴政的中间，伫妖异甲绝望的中间，伫惊吓甲背叛的中间。伫怨恨甲死亡的中间，伫罪恶甲朽烂的中间，伫逐位充满死寂的中间，愿上帝听，甲咱做伙伫咧，请咱准备咱的心。主兄弟大家平安，这时咱敬拜就要开始。
请咱将手机行关静音，也是关机，请走乐。敬畏上主的人，上主要指示伊所行的路，伊的心神会得到安息，伊的后代要承接所应允的土地。即次咱来唱圣诗270首，270首，着点睛，着恭敬。请起立吟全首。难中间，
轻轻行，轻轻行，主的难中间，温温山，主爱难顾暖，条条情，条条情，小了主的名，条条情，条条情，天好主有名，轻轻行，轻轻行，主的难中间，温温山，主爱难顾暖。请由员徛伫咱来做咱的信仰告别，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别，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入内受苦，定时日嘅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同中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一篇。我来刻，大家来用。以色列啊，要注意听，互恁通照上主伫列祖的上帝的应允。以色列啊，注意听。恁着全心、全情、全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个话着记伫心内。无论伫厝内坐，伫路里行，搁着绑伫手里做记号，着写伫厝的门斗。祈祷，请离手兄姐妹来带咱祈祷。咱请大家仰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今仔日是妇女主日，求主带领教会的姊妹，无论伫厝内也是教会，拢有更较好的服侍。伫服侍中得到你的智慧甲谦卑，互阮哪服侍哪喜乐。求主保守教会的吴牧师，互伊更较侪智慧，带领教会
互搁较侪人来进入教会，同齐来荣耀主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请卢敏珍姐妹来带咱共读圣经。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新约路加福音2章36节甲39节，和合本圣经第79页，现代台语译本第129页，和合本圣经第79页，现代台语译本第129页。现着咱来读，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是亚瑟之族的法利利的查某囝。伊已经真老，伊结婚了，甲丈夫生活7年，现在已经84岁。伊拢无离开圣殿，每日奉侍上帝，敬食祈祷。拄迄时，伊嘛来感谢上帝，对所有咧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讲起即个婴仔的事。约瑟甲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完成一切的规定，就转去加利利，到因的故乡拿撒勒。学老请妇女团契。学老的诗歌，天父恩典真正大，活出爱2首诗歌。
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也甲在座所有的妇女、女性做伙伫地。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拢有至少有一位要紧的女性。在座不管性别拢共款，至少爱有一位要紧的女性，无咱这个性命无法度出世，对无？无咱这个性命无法度出世。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有耍过一个游戏吼，伫迄个团契内底耍游戏，然后查甫的1箍，查某的5角，负责就讲，安尼爱组5箍半的人，组5箍半的人就当举来一组，就大家就乱啊吼，伫遐组看卖啊。后来女生就抗议，是哪有阮5角，恁1箍？是哪有阮5角，恁1箍？实际上，这当然后来这个游戏就爱改吼。不过不管安怎，换一句话来讲，对古早开始，女性的价值有可能就亲像这个游戏内底所透出来迄种讯息。就是亲像比人较低呢，较无价值呢。所以顶世纪咱就听到真侪查某囡仔的名叫做罔饲罔摇，对无？台湾话罔饲罔摇的意思就是讲好啦，就洗地啊，无法度啊，改成就爱安尼罔饲罔摇呢吼。总是后来到咱这个世代，所以其实我嘛要在座所有的姊妹，安尼讲，咱活伫这个世代，其实是一个幸福的世代，因为咱知影咱毋是迄个罔饲罔摇，咱嘛知影咱毋是过去迄个世纪是有人生无查甫的，一直生，一定爱生着查甫才会使。咱嘛毋是迄个世代咧看女性的价值。其实咱活伫这个世代是幸福的，总是有当时啊，咱未感受到咱的幸福，因为事实上女性是真有价值的。总是，所以对过去以来，通常咱会用3月份的第1个主日，咱的教会也会举行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我拄伫遐传祈祷的时阵，我就讲过。我本来设计的时阵是要爱台顶拢女性，总是上帝的旨意赢过人的旨意，所以我嘛袂当男扮女装啊吼，我若穿女装可能嘛不三不四吼，所以就用阮我伫遮来带大家做伙敬拜，愿上帝的祝福就甲咱生命中迄个要紧的女性做伙伫地。所以，假使迄个要紧的女性是坐伫你的身躯边，请你用温暖的手、温暖的话语。假使若无，请咱会记得用电话补起你。若有电话通卡是幸福的代志，有的人是无电话通卡，咱就爱藏伫祈祷内底。所以我只是要请咱查甫的兄弟，今仔日就爱合歹势，就爱。徛起来，来咱遮个边仔遮个女性来致意，所以我要邀请你来迄个徛起来你身躯边的要紧的女性，甲伊讲多谢，真欢喜有你甲我做伙伫地，真欢喜你伫我身躯边，所以你边仔有一个女性吼，请你会当即个甲伊握一个手，若会使握手上好，若袂使握手不要紧。哦，相对啊。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赏赐，互阮生命中有要紧的女性，甲阮做伙伫地，互阮知你听阮。求上帝帮助夫妻，互阮会记得，相时不只是用形式
的祝福，像是用阮的性命知上帝，阮通用性命来回应这个听。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1887年，美国有一群基督徒的姊妹发起一场祈祷会。这个祈祷会是联合当时联合无同款的教派甲信徒做伙来祈祷。一开始，因发起这场祈祷会，只是单纯为着美国社会基层的百姓，以及遮个因为做奴隶来到美国的移民，进行人道关怀的祈祷。后来，这场祈祷会就慢慢发展，成做每年为着一个国家来祈祷。这就叫做世界公道日的开始。每年的3月第一个拜五，3月第一个拜五，所以那今年就是3月3号，就是迄个拜五，这个过去的这个拜五，3月3号，伫台湾也有这场祈祷。这个祈祷。这是一个基督徒妇女姊妹普世的祈祷运动。每一冬通常拢由迄个咱要祈祷的迄个国家的妇女姊妹，一群姊妹来编写英文版的礼拜内容手册，然后由纽约的总部来审核通过，佮翻译做无同款的语言版本。然后伫每年3月的第一个拜五，做伙照这个手册建议的方式来举行礼拜甲祈祷，为无同款的国家来代祷。目前伫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50个国家的基督徒姊妹来参与这种的祈祷，就每一冬拢有这款的祈祷。每一冬都为一个国家来祈祷，这款的活动。2016年，台湾决定讲，无咱来申请看卖啊。结果去申请了后，2017年的世界公道日，这个大会就决定2023年的世界公道日的主要代祷的对象甲国家就是台湾。2023年今年，所以今年。是全世界150几个国家做伙伫3月3号这天，真侪基督徒的姊妹用无同款的语言做伙伫这天来为台湾祈祷。这嘛是100几年来第一遍为台湾祈祷，因为台湾的过去国家定位。互人有真多的犹豫。随上帝的时间真特别、真奇妙。那瓦近2023年，因为中国甲美国中间紧张的情势，海峡的两岸，台湾的国家定位，台湾的文化甲历史所形成，今仔日台湾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拢更较受到伫今仔日这个时代。今仔日的即时即刻，台湾其实是更较受到全世界的注目，所以咱嘛当安尼讲，今仔日的台湾更较需要迫切来祈祷。然后今年世界公道日的主题，这嘛是台湾的一群姊妹所写出来，因写出来，因主题叫做我听见恁对主的信心。礼拜内底用写予5位台湾女性的一张批来呈现，5位女性分别是热心伫环境保护，因为年龄受到歧视的原住民女性，坚持受教育权来挑战传统观念的女性，伫 COVID-19 的期间，因为伫病院做工课
来自我隔离的女性，以及一位捌受言语暴力加性侵犯的女性，写互因的一张批来讲因的故事。因虽然捌活伫苦难内底，犹原有对主来的信心，嘛有응主的信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随上咱读到的故事，每一样故事拢真有限，总是若受一旦互人见证出来、讲出来，就会当互人得到人的祈祷，就会当伫遐得到上帝的祝福。这就亲像台湾，这也亲像今仔日咱所读到圣经经节的主角。路加福音的头2章其实已经真清楚咧对咱讲，即卷福音书有一个咱无法度忽略的要紧的特色，就是即卷福音书内底真强调女性的力量。不管是头2章，不管是有个约翰，还是耶稣的出世，伊丽莎白甲玛利亚，拢是整个故事的焦点甲关键所在。咱爱知影，这是真无简单，这是2000年前的代志呢。2000年前，随上到今仔日，就是今仔日的社会内底，查甫领的钱，甲查某囡仔领的钱，侪时阵真侪工课也无共款的，对无？我相信咱在座有食头路的人拢知影，女性所领的钱，做共款的工课啊。女性所领的钱，甲查甫领的钱，有当时嘛无啥共款的。所以问题是，这是2000当前嘞。2000当前，既然会当安尼写，2000当前，迄是啥物款的社会？迄个女性是查甫的财产产业的社会呢？换一句话来讲，迄是一个男的价值真悬，女性的价值真低的年代。因为安尼，咱读到福音书内底，既然会当头2章安尼见证，就用玛利亚甲伊丽莎白做主角，来描述这是一个真无正常的宣告，对无？这是真无正常的宣告。路加是安尼描述，伫咱今仔日经节的进前头前所发生的代志。下影耶稣互伊的父母带到圣殿内底，路加福音第2章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照摩西的律法，洁净礼下日过了，约瑟甲玛利亚抱下影去耶路撒冷，要将伊献予主。然后因伫圣殿内底甲西面，这个老西面来拄着，圣神感动西面3遍，予伊讲这个话。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真要紧的重点，咱也有注意到这个经节，路加一直咧描述照摩西的律法。换一句话来讲，咱通安尼来理解。主耶稣是伫一个严格遵守摩西律法的家庭内底来大汉，伫这个摩西律法的传统内底受教育，互伊后来不管是伫加利利，或是伫圣殿内底，伊通用托拉摩西的律法的名义，直接来指出这个人虚假、虚假甲真空的敬虔行为。洁净礼是指一个囡仔出世了后，这个老母的洁净，在记载伫利未记12章第1节到第8节，需要40日。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这个囡仔出世了40日后，因才来到圣殿，然后将第一个出世的囡仔献予上帝。是记载伫出埃及记13章第2节，以及12节到16节。
这是为着要纪念的将这是两种无共款的礼仪哦吼。这是献大囝的礼仪，献大囝的礼仪是纪念上帝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路加将这两个条例，托拉的两个条例放做伙，拄好要说明主耶稣的身份。伊是上帝的囝，伊有一个使命，就是互上帝救赎来。伊要带上帝救赎来。这个西面，伫遮有一个预言，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路加福音第2章34节到35节，咱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西面甲因祝福，佮对婴仔的老母玛利亚讲：这个婴仔受建立，是要互以色列中真侪人绊倒。真侪人爬起来，佮真做受攻击的记号，互真侪人心内意念露现。你本身的心嘛会互内剑插通过。这是上耶稣婴仔耶稣做上帝记号的原因。路加福音第2章12节一开始。天使就安尼宣布，伊是上帝记号。什么款的原因？就是人会因为主耶稣内心真正的意念显开，互人知，也互主知。所以，伫伊的面前，来到伊的面前，对着伊的会诽谤伊，甚至有人会因为伊来绊倒。总是，嘛有人会因为主来兴起，得到祝福，甲受医治。对老母玛利亚来讲，这是好消息，嘛是歹消息，因为伊要亲目睭看到家己的囝上十字架来心碎。伫真侪故事内底，特别是外国的故事。童话故事内底，咱会一再读到有一个有智慧的老妇人人，就亲像格林童话内底有一个井边的木鹅姑娘。这个格林童话内底，内底就有一个老的妇人人，伊带王的三查某囝，找到性命之道。上时，伊也有智慧去挑战一位真少年的官，互伊成做一位有气力、甲别人起做关系的人。伫池中妖怪这个故事内底，有一个老妇人人，伊互中间拍打的太太三项物件：一个骡仔，一个笨达仔，以及一台篷车，通互伊透过这三项武器，对这个水中的妖怪内底救出家己的丈夫。伫这个故事内底，童话故事内底，这个篷车，古早的这种篷车吼，拢诚做童话故事内底这个智慧老妇人人的标准配备啦吼，标准配备。伊的手内底捧来捧地，将彼此拿三共款的线，就缠做伙，将老爸、老母甲囡仔、丈夫甲某中间的线牵起来，就亲像刷落来。这对父母约瑟甲玛利亚所拄到的女先知安娜共款。路加福音第2章36节是安尼记载，咱过来读一段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阁有一个女先知安娜，是亚瑟氏族的法莱利的查某囝，伊已经真老，伊结婚了，甲丈夫生活7年。
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犯罪也拿，吼。啊，实际上汉娜这是迄个翻译做安娜是较拄好。原文的意思，这个名原文的意思是互上帝恩典相属的，互上帝恩典相属的。伊的老爸是法来字。原文的意思叫做上帝的性命，上帝的性命。所以咱通讲，伊是一位有经验着伊的生命内底，知影有上帝以及经验着上帝的负责人。路加一开始就提起伊的身份，伊的身份叫做女先知咧。咱来知影女先知。伊的身份，路加一群就将伊的身份提悬，甲行洗礼约翰共等呢。所以咱爱知影，路加一群就将伊甲行洗礼约翰共等。伊的老爸的姓系亚瑟支派，这是指即群受领了后的社经地位。虽然伊的婚姻生活只有7年，总是7年，对以色列人来讲，这叫做一段完整的时间。所以，就表示伊经验着丈夫完全的疼。路加福音第2章37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现在已经84岁，伊拢无离开圣殿，每日服侍上帝，敬者祈祷。虽然伊现在是寡妇，总是伊的性命，咱来知影已经超过诗人所讲的界限。诗人伫诗篇90篇第10节是安尼讲人的界限。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阮的岁数不过是7节，6勇行通到8节。阮会当看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00年久就过去。咱来知影，古早人甲现代人无共款，现代人活无超过70，咱会感觉哦，敢若真短命的吼。古早毋是安尼哦，古早毋是安尼哦，所以。对古早人来讲，80岁叫做生命的界限。总是安那咧，安那活超过80岁，伊已经84岁，这叫做突破生命的界限。换一句话来讲，咱通讲安那，伊是一位有智慧负责人的化身。总是要爱互人称作有智慧的负责人。就是姊妹，那是你活了有够久，更加要紧的是爱了解，什么会叫做生命内底要紧的代志。所以咱读到经节是安尼讲，讲伊无离开圣殿。经节是安尼对咱讲哦，伊无离开圣殿，然后伫遐过敬虔的生活。上时，因为伊的身份是女先知，所以伊会当教示人。伊有另外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上帝透过伊来教示人，互人知影生命甲疼。伊会提供建议，也提出挑战。安那是一位认捌大自然甲生命起落的负责人，知影咱的生命内底有光明的所在，总是有黑暗甲毁灭的迄面。所以，一位智慧的负责人，伊会甲人分享上帝的智慧，伫生甲死、开甲孤单的中间，教人去晓悟
啥物会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路加福音第2章38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拄迄时，伊嘛来感谢上帝，对所有在期待上帝救赎耶路撒冷的人，讲起这个婴仔的事。随上咱的性命若好运，就会拄到这款有智慧的女性。有可能伊就坐伫你的身躯边，有可能伊就坐伫圣歌队椅。总是咱的性命若好运，就会拄到一款有智慧的女性。我嘛要鼓励在场的女性，以及伫线顶的女性姊妹，咱爱伫咱家己的身躯顶头去发现这位智慧女性的存在。因为这个有智慧的女性的样相，时常有当时会互咱真自然心内底养成的性命，也是社会所排斥。咱拢真深受到传统的影响。台湾顶一代的女性伫成长的过程，时常会互人来看轻迄个价值。顶一辈的女性伫成长的中间，时常会互人看轻，甚至会互父母看轻。或是咱会因为伫困苦的环境艰苦内底来经过，所以侪时阵，咱的内心会充满侪不安加孤独。这个内心的不安甲孤独，时常就会出现伫咱外在的行为，所以咱会时常细念，或是咱会时常怨叹，讲太过去会安尼，时常细念，是因为不安的心。咱会一直讲过去我拄到偌济的苦楚，总是当咱的喙若讲这个故事，就会忽略伫咱的生命内底，上帝互咱的礼物。咱爱学安娜，安娜知伊手中抱的，就是上帝所予伊的礼物。毋通只有看咱生命中过去苦毒、翁死啦，也是互人看做无价值的代志。毋通只是想这个，咱若想这个，喙就一直讲，一直念，然后会一直不安，咧讲这个代志。一个有智慧的妇人，是充满智慧，也有丰富生活经验、尊严。以及有一粒温暖宽阔的心，更要紧的是会互人感受到，伊是一位伫内心已经得到和平的人，已经甲家己和好啊，甲家己的过去和好，甲家己身躯边仔的人和好，甲上帝和好的人。当然，我认为这不只是女性，我感觉男性嘛需要。因为伊已经对逐款无共款的角度见识到真正的生命，也伫真爽快甲痛苦的经验内底得到真侪见解，互伊有真宽阔的眼光。安娜就是这位有智慧的女性，当伊抱这个婴仔，伊感受到这个囡仔生命的奥秘。伊真有智慧，就看会出来，这个囡仔会满足侪咧听候救赎的人因的渴望。伊要带来世界和自由，抛开合这世间人的捆绑。因为安尼，安娜学了上帝，感谢上帝。伊对这个囡仔身躯顶头看会出上帝真有智慧的光
透过伊，就照亮黑暗的世界。这拄拄好咧对咱讲，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人，凭伊的直觉甲祈祷，就有法度认出人的本质。假使一个妇人人过头来追求家己外在成就，甲或是完美，假使妇人人无过信任家己的直觉，也毋敢照家己的直觉来行动，就会甲这位智慧的妇人人失去联系。我的新学院教授老师捌安尼讲过：做查甫的爱开真侪开力时间，才有法度读有神学。总是女性毋是，因生落来就是神学家。咱爱对家己真有把握。姊妹毋是哦，姊妹读圣经生落来就是神学家。查甫的爱开真侪时间去读才有法度，因为女性是凭直觉，就会当讲、行动、见证上帝的毋茫。之后1959年，一对美国归正教会的医疗宣教师夫妇，因听到伫东方有一间基督教病院，要倒啊，所以因着带一股热情，坐上飞机，就来到台湾。咱知影迄间要倒的1959年，迄间要倒的病院倒一间，咱知马偕病院啦。1959年，马偕病院要倒啊，欠人、欠钱，搁欠医生，所以罗惠夫这对宣教师的医生夫妇，因就安尼来到台湾。因听到这间病院要倒啊，咧要求毋茫有少年的医生来，所以因伫1959年9月份来到台湾。隔年的3月，罗惠夫就接马偕病院的院长，直到1975年，伊伫马偕病院服侍16冬，将这间要倒的病院拍好基础，真做今仔日伫台湾真侪所在，差不多大家拢知影马偕病院，在座倒有人毋知影马偕病院的，拢知嘛吼？真做即间今仔日伫台湾，差不多大家拢知出名的病院。1976年，伊接到一个邀请，罗惠夫接到一个邀请。当时台湾第一个好野人邀请伊去开设另外一间病院，伊考虑真久，他答应，因为台湾当时迄个上好野的叫做王永庆。邀请伊去开设迄间病院，咱知影叫啥病院？恁拢知影，中基病院。中基病院就是伊邀请伊去做创院的院长。伊毋是伊开偌济钱拢请袂到啦，即位请袂到，伊只有答应伊一个条件。后来王永庆有答应嘛实现这个条件。原来罗惠夫其实伊是迄个。今仔日咱台湾拢叫做医美，对无？古早其实是整形吼，就是专门医治迄个兔唇，迄个叫做专有名词叫做颅额，这专有名词叫做唇腭裂的囡仔，伊是专门这个专科，伊是这种医生的专科。所以，其实王永庆只有答应伊一个条件，伊讲：你来我遮帮我开创这间病院，我设立一个基金会。结果，确实，伫1989年，伊就创设罗惠夫乳儿基金会。今仔日伫台湾超过6万名的囡仔受到这个。唇腭裂，咱叫做兔唇的囡仔，透过这个基金会来接受手术，得到真好的医疗，
甲心理辅导。不过我今仔日要分享的是伊的负责人叫做兰氏，伊的负责人兰氏有一个中文名叫做白如云，伊所写的见证。当时因拄来台湾，住伫病院的宿舍内底，咱是拄生产，伊互人吩咐讲爱做月内。伫台湾，咱讲做月内真惯势对无？美国人毋是呢，美国人无咧做月内的呢。咱知影？美国人无咧做月内，所以伊爱暂停所有的活动。所以除了会当做一项代志，伊当时互人规定只有会当做一项代志，就是去买菜。所以伊当时若是爱买菜，就爱行过一大群的违章建筑，有可能是今仔日的台北桥遐附近迄带，有可能真有可能吼违章建筑。迄个所在，当时带真侪对外地来到台北拍拼的人。因除了有衫通穿以外，无别的所在，连大的所在拢通占的，连大的所在拢通占的。然后因住伫遐，因的囡仔出世的囡仔，看起来拢真垃圾。一搭班，咱是逐工拢经过迄个所在，既然也甲内底所大的这个妈妈交朋友。因对咱是会讲台语，感觉真好奇。阿东啊会讲台语咧。有一天，咱是决定，几个妈妈提出邀请因讲，会当互因的囡仔来伊的厝，一个亭会当听圣经故事。因真紧就答应。到有定的时间，门一个拍开，行一条40个囡仔就徛伫伊的门口口，垃圾。总是因一开始感觉真不安，行入去了后，搁哪天动的，因为因兜有一片草坪吼，因兜有一个草坪，就安尼持续几礼拜，圣诞节才要到啊。咱是想要为因准备一项礼物，伊就想起台湾的冬天真寒，因大的厝一定无法度来保护因。所以考虑了后，伊就决定要送互每一个囡仔，每一个人一套冬天的内衫裤。迄个冬天的内衫裤，伊用3种色的布来添，就是绿色、红色甲蓝色。所以当这囡仔收到这份礼物了后，大家拢真欢喜。第二天，因兜的迄个门铃一个响。咱是拍开大门，伊发现40个囡仔徛伫头前，然后因身躯顶头穿的拢伊添的迄束内衫，因为因当时上好的衫就是迄束，所以对迄时开始就一直穿伫身躯顶头。这是罗惠夫医生的负责人，咱是伊写伫一本叫做练福尔摩沙这本册内底，这本册嘛绝版啦。你若要借看，会当来找我睇。我相信伫即群囡仔身躯顶头，这叫做福音，因为有人无嫌因垃圾，无毋惊因吵，重视因、疼因，检查因大汉了后，将圣经故事拢袂记了。总是因永远会记得，有人愿意摕掉目镜，将因当作宝贝来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无用世俗的眼光看人，有智慧甲力量，使用有限的资源，互人真心感受到上帝的疼。我认为这叫做一个有智慧的负责人，真正的价值。愿你成做即种有智慧的负责人。愿你甲我身躯边，拢充满即款有智慧的负责人。咱做伙来祈祷。主，你知阮的软弱甲欠缺，帮助阮
提掉先见的目镜，看见眼前的人，就是你爱阮去听，你爱阮去做，你爱阮去见证。求上帝帮咱夫妻，赐福在座侪侪妇人人姊妹，有侪侪充满智慧的神，甲因做伙伫地，互因伫生命中显出一位有智慧妇人人的款式。求上帝也帮咱夫妻祝福，互阮真正通你来学习即款的智慧，帮咱夫妻祝福带领，互阮的生命通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信息558首。恳求救主对我光明。请起立。恳求救主对我光明，加委托你我命平安，互我在你心内行进，那主带我到你身边，恳求救主引带帮咱，我将为看有错的人，救主赐我通有情，心要吹到你前行前，使我快乐勇敢自在，跳的脚步健康无碍，互我春春跳堂的手，救人脱离苦海忧愁，恳求救主代先加时，我将为家宝贝真理，互你的话真语真情，到底情人温饱的心，将你不来想思我，互我的心得着将我，我的心将热情烟雾，不用忍耐而乐挂住，救主眼光虽然卑微，但是大卫看你记，高你眼光互我看见，不分你平安欢喜。请坐。
奉献，请正凤阁叶山姐妹。请起立，因奉献诗。即时，请正凤阁姐妹来奉献的祈祷。咱来祈祷，听阮的主，阮为你想事的恩典，你献上感谢。阮相信是你想事，阮才会通伫你面前徛在。求你帮助阮，予阮所献一切有利益，伫你的囝儿，伫你的教会中，予阮所行的、所办理一切事合你心意。阮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即时我来报告的大声，咱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的封面。现在已经84岁，伊拢无离开圣殿，每日服侍上帝，敬谢基督。路加福音21章36节，请。每日服侍上帝，即只基督。路加福音21章36节。现在已经84岁，伊拢无离开圣殿，每日服侍上帝，敬谢基督。路加福音21章37节、36节。请掀开周报第1页。下周服侍的人员，请你家己来看。周间的聚会嘛，请家己来看。主日学嘛，请咱大家开始来关心。第2页小组的聚会表，请大家来详细看你的周间的小组的聚会。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
本主日3月初5，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为事工关心大道。3月日，特月长老黄传俊长老接受叶利益、黄约瑟指示。3月份定期中集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第701会议室召开，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煞则要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下主日，关怀部要伫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陈美智老师带领的牧神线上查经班，伫3月9号的暗时8点开始，每周查考使徒行传，请参加的人扫这个 QR code。夫妇团契邀外礼拜，伫个3月11礼拜六早时8点，伫咱教会集合出发。65岁以上3月份的长辈，请各区的区长咱秀莲干事领关怀的礼券。伫适当的时间的时阵，会当去关怀探访。教界消息：双连教会设立110周年专题研讨会，挽救儿少流失，如何门训儿少同工。伫3月11号的拜六10点到3点。伫咱同教会举行。商联部举办北区壮世代讲座，伫3月23拜四早时9点半到12点，嘛伫咱同教会举行。请李庆中长老会长来报名。到3月12日，新竹中会教社部东山环境教育之旅，内容请家己看哈。咱的夫妇团契黄文正会长来报名。以上，请牧师补充报告。我先来介绍今仔日。检菜是人客，检菜嘛是主人。伊是朝阳长老林荣杰的个老三啦吼，因第三囡仔吼，伊进前拢伫美国，然后即摆因为受到美国台湾的美国学校的聘请，伊要转来做台湾美国学校的老师。伫去年伊也有真侪时间伫疫情的中间。伊会伫遮有马雅林吼，应该毋是马雅林，中提琴的样子吼，好像是中提琴啊。不过安怎，咱真欢迎黄东引弟兄，伊伫咱中间吼，来，咱拍鼓啊！歹势，坐伫2楼的兄弟姊妹爱看相片，因为伊坐伫楼骹1楼的所在啦吼。愿上帝祝福，甲东引做伙伫地，想事伊真紧。接到这个聘书了后，真紧就决定讲要转来。本来伫美国教会界先已经当选到迄个向选做执事吼，总是愿上帝祝福，当因伫转来了后，会当伫咱的教会内底，检测未来嘛有机会，咱会当听到伊伫音乐顶台服侍。总是不管安怎，咱来为伊这段时间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扶持，互伊伫。这个线的过程内底，拢通顺遂。上时27年前去到美国，到即摆啊，所以台湾我相信27年对无？23年吼，23年，23
当前去美国，然后转来到即摆台湾已经有真侪变化，所以是2000年的时阵去美国的吼。所以我相信台湾真侪变化，伊嘛需要真侪适应。愿上帝祝福，甲党员做伙伫地，相处快乐，帮咱夫妻祝福这个家庭。我伫遮来简单补充报告，真歹势，即张这个奉献袋啊，请咱老奉献的爱写内底的名字，因为即张这个是世界展望会，望会当为乌克兰奉献，这是为乌克兰奉献哦，所以咱来知影咱奉献对倒去哦，这个是为乌克兰奉献，所以咱大多老奉献的，我要请咱大家爱会记住。转来补写这个资料，因为这会放伫对世界展望会这边出去，然后为着世界，毋是为着俘虏时间纪念主义奉献，然后毋是哦咱今仔日免为着俘虏时间纪念主义奉献，然后免总是这个是世界展望会望要邀请咱即摆目前上尾一个阶段会当为着乌克兰奉献。望会当参与伫因现在伫战争内底特别是这失丧的家庭、家囡仔，咱爱知影世界展望会其实是针对囡仔，所以是伫这个战争内底失去伊的家庭的这个囝儿，以及战后望啦，咱望这场战争会当战后搁重建的这个经费所提，所以咱是参与着乌克兰的。战争为因来祈祷甲奉献的哦，爱知影这样代志，所以后壁有这个奉献袋啊，假使咱若愿意奉献，咱会当搁持续来摕这张奉献袋啊来奉献，听有意思啊吼，知好，好，这是安尼吼。我伫遮补充报告2项代志，第3项是，请咱若会使对即礼拜开始3月9号拜四暗时，咱教会。陈美智老师就会开牧神线上的查经班，你只要扫 QR code 就会使。咱周报顶头有吼，扫 QR code， 拜四的暗时8点，陈美智老师会带咱来查使徒行传，吼。所以请唔通伫咱这个群组内底吼，迄个播啥物画面，就是时间到，咱就起伫上网，就甲伊做伙来读圣经，免来到教会，就是伫线顶甲美智老师做伙查经。若有啥物款的问题，咱嘛会当透过这个线顶的这种方式来应答。这是头一项，第2项是后礼拜拜六，其实咱教会其实有2个活动。第一个是夫妇团契要出游，所以欢迎我看已经袂少人要报名出去佚佗啊吼。总是另外一个是伫咱的教会嘛有举办相邻教会这个为着挽救儿少流失的门训，所以我要邀请咱大家啦，对儿童、少年、青年人有兴趣的人，要邀请你做伙来参与，这当伫线顶来报名，这拢有 QR code， 所以请咱周报顶头有 QR code， 请咱扫这个 QR code就会使来报名。愿上帝祝福，甲咱教会做伙伫地，也保守夫妻带领。祝福时光399首，愿主大仁爱。请起立，咱来吟全首。愿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来，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愿主也更偏着你演出，比观台你，主相信保守你对之时。咱搁来吟第2遍，第2遍吟的时阵，将你唱做我。
愿上主大仁爱，应点我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我应当知。愿主也更偏照我，应主必宽待我。主相信保守我对一生，到永世代。当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压袂倒。咱来行咱的平安礼，用咱周边的兄弟姊妹来问请安问好。